今天上午，藏医药文献大全首发暨赠书仪式在西藏藏医药大学举行。藏医药文献大全为“十四五”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，是藏医药领域一项全面性、总括性的重大文化工程。藏医药文献大全，它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、最全面系统的一个收集整理，收集了国内外很多的真本、孤本，前后都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来做这个收集整理、编纂的工作。藏医药文献大全共206册，收录了自7世纪至21世纪存世可得且版本来源清晰的藏医药古籍，共计3022种，1.2亿字，其中1半以上内容为国内外首次整理出版。全书分为藏医史记、古典医藏、四部医典、四部医典注释等10大类，编有总目录3册，便于查阅。藏医药是祖国医学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这一部著作的这个编撰和出版呢，对于进一步的弘扬藏医药文化、挖掘整理藏医药学术价值、学术内容都是有很大的价值。据了解，藏医药文献大全收录的藏医药古籍文献是汉藏民族长期交往、交流、交融及共同促进医药发展进步的实物例证，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的医药文化、建设健康中国具有重大意义。